大家好，我係 Miss Mood。上一條片我同大家用咗中山買樓嘅例子，拆解咗乜嘢係 Covered Call ETF 嘅底層邏輯。如果你仲未睇，我強烈建議你點擊右上角或者資訊欄睇返上一條片，咁你先至會容易吸收到今日嘅內容。今日我哋繼續深度拆解呢類投資究竟係乜嘢嚟嘅呢？ Covered Call ETF 嘅中文名正式係叫做被對認購期權 ETF， 坊間好多人都叫佢做收租 ETF， 因為佢最近好 hit， 可以收到年息10幾厘嘅回報。自從上一條片出咗街之後，好多朋友、好多學員都喺群組度問我 Miss Mood， 雖然佢大升大跌都受傷啫，但係佢有17厘息喎，我只要死揸，一收到息就即刻買返入去，利用複息效應，利搭利，成本越攤越低，咁樣點解又唔可以長期持有呢？我今日想以一個前基金經理嘅身份，好坦白，甚至用一句好難聽，但係好真實嘅說話俾你哋知，死揸呢一類嘅高息 ETF， 再將利息再投入，喺投資入面係最危險嘅會計幻覺，亦都係最美麗嘅謊言。今日呢條片 Miss Mood 會用最殘酷嘅歷史數據同埋期權嘅底層帳目，同你拆穿呢個複利嘅神話，話你知點解呢類收租 ETF 絕對唔可以長期持有。如果你想喺2026年呢個動盪嘅市況裏面保住你個本金，記住訂閱我嘅頻道，俾個 like 俾我。我哋正式進入正題啦。點解我話3416或者 XYLD 呢類嘅收租工具唔可以死揸呢？因為佢哋嘅數學邏輯打從娘胎出嚟就已經係唔對稱㗎啦。當大市跌咗10%，你個本金就實實在在跌咗10%啦。減去個1% 蚊型嘅月息，你依然咧係蝕緊9% 㗎。好，當大市反彈10% 嗰陣，你又因為已經賣咗張 call 俾人哋封咗頂，你可能咧反彈嘅利潤只有大概2%。大家同我一齊做一條小學嘅數學題啊，跌就跌10蚊，升就淨係升返2蚊啫，即係話你要經歷5次嘅大反彈啊，先至補得返嗰1次嘅大跌喎。呢一個咧就係解開所有高息收租嘅 Covered Call ETF 盲目長揸者嘅噩夢啦。作為前基金經理，我哋最講係數據，我哋一齊睇下美股其中一隻嘅收租 ETF XYLD 喺經歷完2020年同2022年之後，點解本金長期都抬唔起頭啊？第一個案例，2020年新冠疫情。喺2020年2月底到3月嘅時候，標普500指數短短1個月發生咗斷崖式嘅崩盤，跌咗大約34%。XYLD 雖然每個月照舊收到大約1% 嘅利息，但係面對34% 嘅斷崖式下跌，嗰1% 簡直係杯水車薪，本金直接遭到重創。好啦，到咗4月份。大市神奇咁樣 V 型反彈喎，爆升得好快，但係因為 XYLD 每一個月都賣緊 at the money 嘅 call， 即係叫做平價嘅期權，升幅被死咁樣封鎖咗喺1至2% 左右咋。結果係點？標普500指數喺2020年8月份只係用咗5個月就已經創咗新高啦。全體實貨嘅投資者已經回本兼賺返大錢，但係你揸住 XYLD 呢個股價，如果喺唔計利息再投資嘅情況之下，要去到2021年4月左右先至勉強接近返跌市之前嘅水平，用咗足足14個月啊！人哋上咗岸一輪啊，你仲喺度游緊水。第二個案例係2022年加息週期。當時係一個陰跌慢跌嘅形態，全年標普500指數跌咗大約19%。XYLD 雖然派咗大約12厘息，但係你嘅本金跌幅依然係大過利息㗎。最恐怖嘅畫面喺後面啊！
2023年開始到今日嘅2026年，大市係由少數嘅 AI 龍頭科技股帶動瘋狂爆升，但係 XYLD 呢類封頂嘅工具完全跟唔上。呢一個就係血淋淋嘅事實真相啦。直到今日2026年，如果你喺2022年嘅高位入貨，而冇做到利息再投資，你個倉嘅本金依然都係負數。所以點解我成日都叫大家喺大升市嘅時候一定要落車，唔好再揸呢一類嘅 ETF 呢？我今日幫大家拆開基金經理嘅底層帳目。當大市爆升，基金經理為咗保住手上嘅實貨股票唔好俾市場 call 走，即係話被逼低價賣咗佢就要被逼要喺月中用極高嘅代價，即係例如 long call 去市場度買翻張期權合約翻嚟去平倉，贖翻自己嘅承諾。我哋去計一條簡單嘅數啊。假設你當初賣張合約收咗1蚊租金，依家股價爆升，你要用8蚊去買翻同一張合約翻嚟平倉。咁喺現金流上面，你支出咗8蚊，然後有1蚊嘅收入，即係話你淨虧損呢係有7蚊㗎。咁雖然你手上面嘅實貨股票跟隨大市升咗10蚊，但係因為期權合約你要賠翻7蚊嘅虧損俾人哋嘛，所以你 ETF 個淨值最終就只能夠升3蚊啦。呢一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原因，點解收租 ETF 喺 short call 嘅反應之下，最後喺大市急升，你都淨係收得可能1至2% 嘅回報啦。最後嘅結果就係大盤指數升咗10%，但係你嘅3416或者 XYLD 呢類嘅股價都只會升3%。去到月底，你依然會收到一份好亮麗寫住17厘利息嘅通知書，因為基金公司會照樣發出期權金分俾大家。但係實際上你收嗰份利息根本就補唔到你基金平倉嗰陣幫你輸咗嘅差價。你攞到份利息，但係望住自己個倉個股價，心裏面仍然都會隱隱作痛。呢一個呢，就係賺息蝕本嘅真實寫照啦。所以我成日都話，做 short call 呢一類嘅期權，最驚就係遇到大牛市，因為你收租係收粒糖，但係平倉就要賠間廠俾人哋喎。此時此刻，我相信你可能會有啲明白點解利息再投入反而會變成災難呢？複息效應唔係魔法，佢只係一個放大器。如果大前提係你個雪球係穩健嘅，佢會幫你滾大財富。但如果你放咗落去嘅係負數，即係本金大虧損，咁佢放大嘅就只會係災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你有一間屋，樓價每一個月都跌緊3%，雖然你每一個月都收到1% 嘅租金，然後你將呢1% 嘅租金攞翻嚟去買多幾嚿磚頭，個問題係你買翻嚟嗰啲新磚頭，下個月一樣都會跟住跌價3% 㗎嘛。如果你底層個資產係一路向下傾斜嘅，你攞啲息去加倉，其實只不過係喺度接住跌緊落嚟嘅飛刀，甚至係加注落去一隻輸緊錢嘅馬嗰度，越滾就越縮。呢個唔係複息效應，呢個叫做加速沉船。你用10年嘅時間去等一個封咗頂嘅工具幫你回本喎，人哋呢已經用普通冇封頂嘅 ETF 賺咗幾倍啦。身為專業嘅投資者，我哋追求嘅係財富增長，而唔係回本馬拉松。避開大虧損先至係複息效應嘅起點。咁係咪代表3416或者 JEPI 啊、XYLD 啊呢類嘅工具係垃圾呢？咁當然唔係啦。我哋做投資最緊要識得取捨。如果大市係一條龍，牛皮市、橫行市就真係等於呢條龍喺度瞓緊覺。個市唔大升，你收咗人哋嘅期權金，唔使賠錢俾人，份息你就正賺。個市唔大跌，你層樓個本金冇變，唔使擔心本金縮水。喺呢個時候，全個市場都乾蒸，只有你揸住3416呢一隻 ETF 可以腳印印收租，成為大贏家。3416嘅作用就係趁呢條龍瞓緊覺嘅時候去掹佢啲鱗片嚟賣。
但係你要記住，萬一呢條龍醒咗啦，即係大市變翻暴升或者暴跌嘅時候，佢一翻身你就會輸啦。人哋大牛市喺度食緊大龍蝦，可能有10% 升幅，你揸住呢類收租 ETF，因為封咗頂，只係喺度食緊蝦米，即係1% 嘅利息，可能加2% 嘅升幅。收租咧係要有耐性嘅，當你預見個市即將要爆升，最好嘅策略就唔係收租，而係直接做嗰個買家，或者揸住冇封頂嘅實貨，即係譬如股票啊，或者2800啊，其他嘅 ETF 去賺一個無上限嘅利潤。今日呢條片 Miss Mood 係想用最顯淺嘅解釋幫大家建立正確嘅財富觀念。投資從來都唔係盲目追求高息，而係要學識睇清趨勢，運用合適嘅工具。喺2026年呢個動盪混亂嘅世界局勢入面，股市一係就暴升，一係就插水。你想做一個賭個市唔喐，大上大落都可能有機會輸嘅收租工啊，定係做一個順住個勢去執錢嘅專業投資者呢？如果你想學識點樣喺2026年呢個風高浪急嘅市況入面，掌握一套無論升市跌市，你都能夠冷靜獲利，做好情商調控嘅技術同埋心法，歡迎你點擊資訊欄嘅連結，參加我哋嚟緊舉辦嘅120分鐘免費線上課堂。我會用20年前基金經理嘅管理經驗，手把手帶你由散戶嘅盲目心態蛻變成為專業嘅投資者。如果你鍾意呢類深度嘅底層拆解，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仲迷信緊可以盲目長期收高息嘅朋友啦。我係 Miss Mood，我哋下條片或者我哋喺線上嘅課堂入面見啦。